随讲对伫即个家庭人来讲，这是一个真艰苦的事，袂当接受的代志。总是有一件安尼的事，伊是信主。姊妹，你有一寡未信主的朋友，你敢有一寡未信主的亲人？有机会，咱来介绍3工分享耶稣基督听。因伫咱还阁甲咱会当做阵这世间活着、做阵奋斗的中间，是爱耶稣基督是一个上界宝贵的事。因为姊妹，阁一工要甲咱讲的是，就是死亡的中间看见永望，是毋是阁有一个真奥妙的事？当耶稣受钉死伫十字架顶的时阵，嘛要甲咱讲，兄弟姊妹，你有旧性的你，你有歹的你。你有原底袂当改变的你，伫你的心就迄老的我，拢放伫咧心肝的中间。耶稣基督讲，当我若钉伫十字架顶时，遐物件拢会当对我做阵钉死伫死。伊个对落的本性，人有对落的一面，对不对？迄个对落一面，咱袂当人讲啊。有当时啊，伫咱的心中，人上界大犯罪吼，警察袂当来去派出所，就是伫你的头壳内面犯罪的物件，对不对？敢有证据？头壳内面犯罪的物件。警察嘛袂当甲你判罪，法官嘛袂当甲你判罪，这是咱对落的真相。总是耶稣基督会当讲，有人迄个对落一面，当伊到伫十字架顶的时，而且咱嘛将遐个物件做阵钉死伫十字架顶。有的人，有的我，有的罪行，伊敢有一条出路再当改变？迄条出路是行到上尾，遐就是十字架，还行去十字架顶，行去十字架顶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十字架是受苦的路，是对，但是无完全对。十字架是受死的路，受死。你毋通干那想讲十字架受苦的，伊的本性有诶歹，你若无伫遐定死、受死的时阵，就袂当改变。然后通过安尼甲上帝之间连接起来。一个真出名的宗教家叫做罗丁马丁，咱即个人伊捌讲一句话，互真侪人伫迄个所在，伫遐三思真久，做一个真深的反省。罗丁马丁伊讲一句话安尼讲真正一个肯顺服的基督徒，已经将伊的为什么钉死伫十字架顶。一个真正肯顺服的基督徒，伊就将伊的为什么啥事为何坏钉死伫十字架顶。上帝是安怎即件代志临到我？上帝是安怎你遐尼无公平？上帝是安怎别人袂拄着我拄着？上帝是安怎？为什么？真正顺服基督徒是将这个为什么钉伫十字架顶。罗丁马丁讲，真正顺服基督徒是安怎？弟兄姊妹，基督的十字架，伊家己本身钉死，搁活，嘛互咱有诶款，咱伫迄个顶面钉死。而钉死搁起来是一个永望甲特性。第三，十字架要对你发出一个疼的呼召，对你我发出一种呼召、邀请、呼召。十字架你即马行出咱的礼拜伫外口，四界去看，你拢会当凊彩拢会看到十字架。伫咱彰化市，若有礼拜堂的所在，头埕较悬，无小心就看到中基顶头厝顶，阁有一个红色的十字架，敢毋是？伫即个周夜生活中间，你凊彩就拢会当看到迄个十字架，总是要甲你讲，各个他的十字架，一直甲人发出一种的邀请。这个邀请有两种的邀请，第一种的邀请甲呼召就是。对遐个无信耶稣基督的人，讲来哦，恁就悔改来认罪，来信耶稣，来白白得到这个救恩，然后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。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断开的时阵，上帝将所有的人的罪拢藏伫伊的身上，早伊会堪你承受，因为伊是上帝的囝，所以伊堪你担咱所有的罪责。所以无信耶稣的人，恁拢会当来亲近耶稣，来到伫耶稣的面前。这是第一个邀请甲呼召，对遐无信耶稣的人，是毋是做这种呼召？第一声去呼召就是对已经信耶稣的人，已经做基督徒的人，收起要甲咱呼召一件事，就是爱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拢继续活伫十字架影内底，互你会当清楚知影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着我放下性命，钉伫十字架顶，迄个流宝血替咱洗清咱本身。诚侪拯救的一个记号甲动力的时阵，基督徒才去珍惜。因为今仔日有真侪基督徒，嘛袂当珍惜伊的性命，
伊毋知伊的性命是耶稣基督的宝贝，甲伊赎回，所以伊无感觉荣耀，伊嘛无感觉高兴，伊嘛无靠近这个十字架甲伊的关系。所以谁人十字架嘛甲基督徒做好了，来，信主人嘛确认这件事，然后生命册中间甲咱离婚，信主的人讲伫生命册中间记一笔，上帝伫迄个所在甲咱做记。无所谓，即个时阵要甲咱三角来，伫你的脑海中间来想一下。你讲来哦，咱来去礼拜堂，来哦，咱来去敬拜，去来，伫你的头壳内面，你想即个来安怎写？你捌想过即个来哦安怎写？你伫你的脑海中间来看卖啊，你有伫你的脑海中间看到即个来内面有啥物记号？来有啥物物件伫内底？即个。内底有啥？内底有十字架。啊！伫你的脑海中间看到十字架，起来内底有十字架。好。第二个，无需要邀请你搁注意伫你的脑海中间来看，起来中间有十字架以外，搁有啥物？啊？有人。十字架下面一个倒平一个人，正平一个人，信耶稣的人。无信耶稣的人，拢会当来到十字架。安尼敢敢看到两个人尔？伊来敢敢两个人尔？敢搁有一个人，敢是？迄个人较大，对不对？较大片安尼，有看到无？迄个人就是耶稣基督的手，伊两片安尼，耶稣的手。所以来这字吼，就是咧讲讲。耶稣讲：来啊！我就是顶死十字架耶稣啊！恁着来就跟我。你看，迄人两个人伫迄个所在，所有的人群拢来。你有信主也好，你无信主也好，伊看见来的时阵，你就想到，原来你有十字架，来就跟十字架，顶十字架，搁活耶稣基督。你即每一摆你看见这个十字架记号的时阵，请你毋通干那看作是一个记号装饰品。信耶稣的人看到这个记号时，你还看到迄旁边的，是影响你的性命。当初你信耶稣的时阵，当初你洗礼的时阵，迄个热情，迄个信仰，迄个确定，迄个坚定，你有想到这个十字甲你的关系啊？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个机会，互咱去想你足大恩典。上帝真疼你，你会当承受。然后你看见迄个十字架记号，你还阁看见100度，100度是。耶稣受钉死伫十字架顶，然后为着你流宝血，你的罪受水清去，然后伫上帝你的面前，会当成做一个国活的体。因为耶稣基督荣耀国活，你嘛会当享受到甲主甲国活迄个荣耀的体，然后看见，互你会当有迄个勇气甲得胜的气力去面对着死神病痛艰难困苦。这是100度。是计你看到爱看到这个zan厝啊，你毋通干那看到安尼尔呢？你看到迄个背后迄把水的图，迄个水的图是甲你一世人